再来看这过年期间，中国有关是继续咧调查台湾。国防部今仔日阁查到一粒离台中差不多100公里远的空飘气球。专家是表示讲，这中国用气球来调查，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对台湾来进行情报的测试。农历春节期间，共军也是一直扰台。国防部测试公布，侦测共机2架次，1架次飞过海峡中线，也有共艦4架次，继续伫台海时区域活动。其中，搁较有一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台中西北58海里，继续挖进台湾本岛了后消息。根据统计，共军1月到达已经派出上百粒的空飘气球侵扰。为落暝到正月初1，连续2天拢达到8粒。学者分析，这气球关度拢无共，都是要对咱国进行情报测试。它这些气球目前都没有目视的一个接触记录，都是雷达的讯号，所以可以见它是比较小型的空飘气球，下面挂一个金属用来反射雷达波，借由这种虚虚实实的方式反观察我国防空预警雷达的侦测能力。对共军动作，国军表示拢有严密监控加应用处理。那伫台湾大选了后，台海情势真受关注。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主任吴茂春指出，中共除了形式上恐吓，对台已经无计可施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若无视考量伫大家机会甲能力，攻台可能性已经无悬，也毋过也是需要严防。习近平当然他很多做事情都是以冒险著名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成为这个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这个时点，这个因素不能排除的啊。吴茂春表示，就算习近平野心真大，也毋过美国毋捌放松对台湾的防卫承诺，所以毋敢冒遮尔大的风险。伊也建议台湾建立多边的联盟，以创新的思维甲外交手段来打造咱的国际形象甲国际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